主后2022年7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先太教会内的官父。圣经提摩太前书，咱来对第5章第1节读到16节。毋通责备老人，就亲像劝老爸安尼甲伊劝，就亲像劝兄弟安尼劝少年人。就亲像款待老母安尼款待老妇人人，就亲像款待姊妹安尼用完全纯洁的心款待少年的妇人人，就尊重真正无依我的官父。官父有囝儿孙，这个囝儿孙就大声伫家己的家庭学习孝顺的本分，来报答因的是大人。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真正无依无我的官父，只有仰望上帝，明日继续恳求祈祷。毋过车花的官父虽然得活，其实是死。你着将这个甲因教示，因才袂受责备。老人无照顾亲情，特别是无照顾家己厝内的人，伊已经背叛信仰，比无信的人搁较害。官父着超过60岁才通登记，伊着只有结婚一遍，着做好事的证据，亲像养育囝儿、接待出外人、甲信徒洗骹。帮赞拄着患难的人，专心做逐项好事。毋过，少年的官父毋通甲因登记，因为因情欲一个冲动离开基督，就想要嫁，违背当初所下的愿，直到家己处罪。搁因学贫惰，一家过一家，洗透透。毋若贫惰，嘛爱讲人的是非，爱插用仔事，讲毋应该讲的话。所以，我爱少年的官父搁嫁生囝，料理家己的家庭，才袂互对敌有机会通讲咱的歹话。因为有一寡官父已经离开去对撒旦。信主的妇人人，厝内若有官父，着家己甲因照顾，毋免将即个担撒互教会，教会才会当照顾遐个真正无依我的官父。以上，先太教会内的官父，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5章1节到2节提起，牧者甲信徒之间的关系。并非专业人士对其他人的关系，是着秉持家庭中成员彼此对待的态度。所以，牧者对待教会中的老大人，需要劝勉因亲像家己的老爸老母相款；劝告教会的少年人，就亲像看待家己的兄弟共款，对待年轻的妇人人，爱存着纯洁的心，就亲像对待家己的姊妹共款。伫接续落来的经文，保罗针对教会中生活需要协助的官父，提出家己的看法，以极力主张着尊重真正无依我的官父。保罗认为，这种对伫官父的尊敬，并毋是限定伫心内的尊敬而定，也着包含伫财务上实质的帮赞。因为10条诫有着孝敬父母的命令，毋仅是口头顶的尊敬，也包括当父母年老的时，子女爱提供因生活上的需要。伫古代的社会，官父经常是上弱势的一群人，因为当时并无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，
遐个无经济能力的妇女，往往无法度饲活家己。所以，初代教会延续即种旧约时代的传统，照顾孤儿、寡妇以及异乡人等社会弱势族群，特别是对遐个弱势的妇女提供财务的援助。但是，因为担心有人滥用即种制度去资助遐个财务需要的妇女，也是担心有一寡寡妇的亲人领取教会补助，却无实际照顾遐个年老的妇女。所以教会订定一寡原则也是条件，简单符合资格、有经济需要，佮无其他经济援助的寡妇，才会当领取教会的补助。保罗目睭中真正的寡妇，就是遐个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，只有仰望上帝，明日继续困求祈祷的妇女。无论因是婚后长寡无搁嫁，还是立下誓约终身无嫁，搁愿意用全职方式服侍教会，伫因年老的时，教会有责任照顾因。保罗指出，因着有做好事的证据，亲像养育儿女、接待出外人、甲信徒洗脚、帮助拄着患难的人，专心做逐项好事。所以，当时教会渐渐出现即种具有正式职分的单身妇女，类似今仔日天主教会的修女，也是新教的女教师，因若有符合顶面的条件，才会当接受教会财务上的支持。这段经文提醒今仔日的咱，教会的每一位信徒，拢是永活上帝家内的一份子，咱也应该用兄弟姊妹互相相对待。当教会中的兄弟生活有匮乏的时，教会应当定落倒一寡必要的原则，咱通用倒一种方式来协助，是咱必须面对的功课。默想，我的教会怎样关心协助教会，也是社区中较弱势的兄弟？我的教会怎样伫关心协助教会，也是社区中较弱势的兄弟？咱来祈祷。圣事丰盛恩典的天父上帝，我是你信仰家庭的一份子，恳求你帮助我有智慧的心，会具体佮实际地关心教会内遐个需要协助的兄弟，奉主的名恳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